由花莲县文化局邀请生生剧场来到我们秀林乡，透过今天的表演，使艺文的活动能够参与，也能够更落实于我们生活之中。那谢谢大家的参与哈，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。文化局呢，能够来平衡南北的一个这个艺文的一个差距，真的能够落实到艺文平权。公所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在此感谢，也祝福在座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家长、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的小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